乡亲啊，不义为止，就是国家伫咧威权统治的时期，统治者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发生地。进前连续2礼拜，咱探访捌心过美丽岛政治受难者的安康接待室，嘛到桃园探访迄个军方捌来关押犯人的神秘的天牢。啊，讲全台湾的不义为止，有的是真完整保留落来，有的已经来改建。像真闹热的西门町的商场，像真出名的5星级的饭店，拢曾经是关犯人、审犯人，甚至是枪杀着政治犯的场地。这段会当讲是台湾史上上界黑暗的过去，是不是会当继续互重视，实现真正的转型正义？这需要大家持续来关心。19层监狱形容那个地方的恐怖，不时也脱一层皮。闹区的硬体都已经不见，不见得是实体要重建。这个每一个场所都是当时手无寸铁的人们在里面对抗国家暴力留下来的痕迹。经过43年威权戒严的时期，台湾承载着历史伤痛的场隙，不义为止。你敢知影？就伫咱的生活附近，环河高架桥边的饭店有真侪车。过去才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互掠着，变做政治犯的起点。在长达43年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这里是当年的国防部保密局，也是调查局本部的前身，是当年逮捕民众最关键的单位。不过，在1970年几经转手后，改建成酒店。当时你在做什么？请问有证件吗？我们先去回报一下我们站前，不好意思。看到华视新闻采访团队咧翕，军方人员佮专工来关心。现在的国防部后指部就是当年让人闻之色变警备总部的旧址，在1970年是拿来关押审讯政治犯的监狱，到现在仍然是军事管制区，依旧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现在的西门町是年轻人聚集的热闹商圈，不说您可能不知道，在我旁边的这块场域呢，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保安处拘留所的原址，占地大约有2615平。当时呢是秘密处决人犯的地方，因此也被称为是修罗炼狱。不过对政治犯来讲，这个所在让因感觉心惊惊。1950年代，青岛东路3号的旧址就是在旁边这栋大楼，也是当时军法处和军法局的看守所。现在这个范围也包括了知名5星级酒店。改建做有名5星级饭店的场隙是军法局的旧地址，曾经的军法处嘛改建做几啊栋大楼。这是政治犯审讯上尾的关卡，要枪决也是会当活的。拢是伫青岛东路3号决定，所以嘛，互政治犯称为“鬼门关”。生死就在监法处做决定，死的就到现场。所以当时我们有一句话：船夫通刑场都是3更半夜，从你背后里给你抓出来，就不知道下落。得到通知再见面，就在刑场历史。伫当时判有期或者是无期徒刑的人，奉称为判刑，都会被带去华山货运站。送入到服刑或者是送感化教育。民众骑脚踏车看夕阳的休闲胜地马场町纪念公园，这里有一座纪念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土丘。因为在白色恐怖大逮捕时期，当时枪决最密集的主要刑场是原本位在南机场的马场町刑场，而那里是政治犯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直到目前为止，当时被枪决的受难者，真实的数字犹原是一个谜。根据国家人权网站公告，目前审定的不义为止有37个，敢若北部就有30个。这个审定历史上长的空间特警，真实记录着政治受难者所行过的路。一直到即马，真济不义为止已经看袂到原形，建筑体码消失改建。1962年送到喜来登那边，到1968年才拆掉。在现在宁兴南路麦当劳叫南京饭店一个小书店，就在开玩笑，我们将来盖一座大饭店，没有想到60年后，真的有一座大饭店感慨。保安司令部也是军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也是国防部军法局的看守所。1967年就变卖，没有办法保存，不留作为一个不予遗址的所在，很遗憾。今年已经高龄89岁蔡宽如，也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之一。伊拄拐啊，转来到白色恐怖精美纪念园区。伫59年前，1963年10月，伊红关伫遮。有一个挂号，那这里有拍2项，我是奥进攻，当初2度被逮捕，3度坐牢。拄甲目睭的手术做了，蔡宽如挂乌人目镜，真无简单，才伫政治受难者纪念牌找到家己的名。大理石是黑色的这个是判死刑的，也要按年代排下来。这边开始就是无期徒刑，2个颜色不同，这个是灰色的大理石。对伊来讲，不义为止是伫当时伊受到国家威权暴力，嘛是自由民主最佳的无在场证明。蔡宽如防侮辱主张台独，所以互政治人员逮捕、监禁审讯，用严刑逼伊讲，甚至互逼伊讲出伫乌名单认为国小漏水名。蔡宽如安怎拢唔讲，所以受到刑求。案情比较单纯，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刑求，但是通电、插、手脚，这个是免不了。我也是受过这种叫背剑，没有脱臼。这个2个肩膀还是受伤，用力从后面给我踢倒，我这个龙骨都断裂。经过行政机关19层监狱形容那个地方的恐怖，还有一句话：不死也脱一层皮，恐怖的请求。这些政治犯当然知道这个是生死攸关。当年刑求的方式阁有水牢，甲人关入去，敢若220公分悬、半平大的空间，关水了会淹到颔棍，伫内底袂当徛，更加袂当坐，或者是听，若无会淹死。鼓不打不响，人不打不招，便是这个原则，去打成招。星球五花八门，以真是主角，这个是小儿科。电话线通电，灌辣椒水、老虎凳，这些都基本。把你浑身
浇糖水，让蚂蚁在集中咬。不以为止，全台湾拢有，可能阁有200外个，也继续咧审定公告当中。1949年到1954年之间，当时保密局这个大量逮捕这些异议分子，所谓的政治犯，他们需要一些官员的地方。即马遮的场隙真济，毋若破产，有的嘛妨全袂改建。一旦受难者拢过身，台湾所行过维权通治的脚印，恐惊卖渐渐啊消失。实际调查下去才发现，很麻烦的是，有的已经几乎没有遗构，那有的又在军方的场所，还在使用中的新店戒治所，那里非常重要。黄信介、雷震、那苏东启、陈英泰都被关过。甚至雷震的手稿，90年代还在那边被烧掉。先来跟法务部谈，你是不是做专案性的开放？法务部当时反映说，可是这会对他们人员造成很大的困扰，监狱使用中。台湾一路对维权走向民主，是几啊万人经历死亡和牺牲。即马伫台湾这个土地才有即马的自由，要充满回场地，嘛真有必要互保留。红怀念，红了解。再走过去的空间呢，其实就是押房区还有放风区了，也就是羁押政治犯的空间。当年的警总军法处看守所，旧地址红完全保留，嘛规划做白色恐怖警备纪念园区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呈现当年监禁审讯的过程，让民众参观导览。对即马已经无存在的不义为止，会当参考国际。看到那个集中营，看到满肩都是头发，满肩都是眼镜，你一进去，大概整个鸡皮疙瘩，真的就人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啊！但是他们这些都保留。奥许维兹那个集中营，那是在欧洲，那是最大的集中营。我也去看过，那我有一年我去南非也看过，当时监禁南非总统，整个他的当时的那个雷本岛，那我都看过，他们一样都保留，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民主化的过程。纳粹的集中营叫奥斯维辛，保存的非常完整，包括怎么毒气室啦，包括怎么火车送人过来的那个铁轨，各方面种种都还在，不易遗址的存留，跟那个作为一个人权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我想具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德国做这个是做得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路标，或者是说原子的重建，或者是说那这种导览的这个路线的规划。德国做那个踏脚石计划，这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人被抓走，那他的故居前面可能会有一道小小的一个牌子，那去记录说这个人叫什么姓名，几年几月几日被纳粹，是纳粹暴力的受害者。尤其他整个硬体都已经不见，人权景点的散布，那喜来登一定是他们会列入的景点，不见得是实体要重建，未来甚至有在讨论是不是有识别标志。这个每一个场所都是当时手无寸铁的人们在里面对抗国家暴力留下来的痕迹。那这个痕迹，我们要把它一代一代传承。总统府对面的这个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是2008年第一座，也是唯一由中央设立的国家级纪念场所，位置就和总统府对望，目的是要提醒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和人权。这段历史有人存在，场景改变，原貌不存在，就没有这段历史。有空间，才有故事。台湾民主的进程，伫配目屎、搁有牺牲当中，继续行向头前。不义为止所留落历史的脚印，伫这个所在，敢若犹原会当听到悲痛声音。
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黑暗年代，袂当互放袂记伫。好好啊，规划保存，改变地貌，嘛才会当实现全球正义。